对峙，地处西北边陲的秦国励精图治，虎视中原。而与秦国比邻的韩国却因袭积弱，沉溺不息。公子韩非，王爷朝政，上为主子，下有臣女，都为不敬之人，太为不义，太为不义，太为不义。是第几次上诉？这是先生第17次上诉。韩非已经第17次上诉，可是大王他。先生不要难过，你的文章是天下最好的文章，谁看了都会喜欢的。不，大王他不喜欢，他根本就没有看啊！先生，哎呦不，先生，先生。先生，阿勇，你这是？先生，阿勇这已特别从容了。群雄错落风夜滚，换个西岭虎狼骑。年年传说中原里，起舞高唱武将军，热血儿分来成，真的一副应是玉。此地几段从军去，经过沙场见过勋你兄儿立该为国要命，这是你与阿妈才订婚嘛？先生，真教诲上里听，各人家人，只盼早晨西转河，只盼黄河升强气。阿勇与我商量的当晚上，再为家乡怀婚姻。昏聩不幸的大王，我与奉承的群臣，你们对得起韩国的乡亲子弟吗？皇陵不争气，百姓都在惊。先生一定要以文章唤醒大王，发愤图强啊！先生无能，先生无用啊！先生保重，会有告辞了。一强一凶，金丝文章，竟被视作粪土。
军所见。泪苍冷，三江水难定我，三重雨。群勇所落风云走，国事为得令人愁。繁衍苍龙心血去，千呼万唤强不满。谁料那大王是我是仇口，一枪一血付去根，付去根。放开过边地荆棘，何时走？探索间勇莽在起黄泉，恨天不怨我见狂山，徒有这繁衍空冷何必留？何必留？为救民事啊，办须眉。3月来早日相逢要理发，再碰少年人心啊散。神娘先生多风采，满腹雅文光是才。蛟龙困沼泽，人呀我此情为他生悲呀哎，今日自比归进去，曾劝他投进宫做王兄，一统天下把乾坤啊开。得在红我子在与他并地双开，趁我心为苏建是何了？
是少上岁事小，少了书剑千古遗恨呐。要是我们的大王像公子这样珍重这些书籍，魂妃就不会是此事态了。听说晋国君王崇尚先生之约，自古用人非拥进可比呀。哦，听说先生的师兄李斯在晋国时遇得水，以有生之间，先生实能抚琴听胜李斯8倍。晋国乃韩国所定，韩非身为韩国公子，死也不会去晋国去过。先生，有生有一事不明，公子请讲。先生看这天下大事，百年纷争，黎民苦生，这天下一统，一城必传。那先生之约是韩国之约，还是天下之约？以公子之见呢？先生之约，其法家大人，其法神事，只能道尽相国要义，可进行天下君王，可建立万内故业，当是天下之约。哦，这天下之约呢？哎呀，公子，眼内之欢非在眼内也。先生文章海内门，必走蛟龙断古今。美女身影忙在困，高山流水有知音。天生君材必有用，剑出巧事尽风云。愿先生风雨都是真，莫叫我在梦中常远心。一日中夜三风，春来春雨换鬓。只因此心三生缘相，见万事情事情三呀真，三生缘起一世情，一世情兄弟心，同来他是孔子问，孔子问羞愧生，情愿为兄，逢茶年暮团成婚。团成婚，要的来福，同他子对句人道小禅心，有生珍贵有礼仪，何必财富是生命？生前先生心意重，吩咐阿兰将上他阵，思来方是三月林，兄长他已配身前来采归程。
学生此来就是来向先生致敬的。学生还用方才是意，你又来是意，匆匆是言，学生有一事相求。公子，请讲。学生看着书间都有京剧绝女，学生想带在身边，随时送到，不知先生恩许分？言理不齐，愚兄不胜用心，哪有不许之理？多谢先生。方得之意，恰有别离。只要先生不弃，少在1年，多在2载，你我定有从容之身。好，此次愚兄翘首以待。这是公子的陪女，或者分明是女子的陪女呀？莫非公子他2年后，秦国10万大军攻韩，韩军大败，2万将士被俘。秦军乘势强令韩非复秦议和。为救韩国与2万将士，韩非痛别父老乡亲，来到秦国咸阳。
金房子，环飞分赃为他先，金房子，环飞残忍，成全他强中强。四宽道，他既所向四海人，四宽道，8年乱世成吉祥，梦想成真，许月光。更为桓公越为堂，2万转佛须检举，临危受命来请帮，谁见却和心悄说，我面成尘我上阵仗，所幸秦王多礼女，但愿得真我所请，归还转夫家国无恙。到此遥遥，阵阵啼望，三生今夜，四海同享。每到春天，先生总要在书案上供上一束桃花带路。小姐，先生，你看，这经过的桃花与换过的桃花，可都是一样的似乎似像啊？是啊，是一样的似乎似像。小姐，莫非是先生自有其佛家大成，其佛神师之人，到今将国要义，可尽信天下君王，可见你万岁公爷。原来真的是你呀，先生！一别2年，总算把你盼来了。匆匆西别。华南的
梦想起当年子孙多情迷，根据军盘心跳息。我此生光华在梦里，想起呀，看灯寒飞归过后，娘不许你归呀去。你呀，先生呐，经过要你费用力，王先生想从皇兄你转腾莫非是秦王妹？长马银娘啊，是想还的。想不到公子原是秦公主，一段鸟心地，韩非身为韩国师，他吃饭作为伺候。公主矫正改办，韩非竟未有丝毫察觉，想来真令人何言啊！您娘9月星期，冒问之处，还请先生见谅。唉，一别2年，想不到今算实情相见。为了你实情相见，您娘我真是费尽了口舌呀。哦，先生呐，请君实情非寻常，您娘为此非周章，皇兄发兵要攻汉，您娘他真要你来呀，十万大军做亲见，这亲见空心血仅此一张王兄弟军机后方，40个是头朝高，红颜与君是风香，一举功成天地亮，天地亮。怎么，10万大军攻汉，将要韩非实情，竟算是公主你的主意吗？要不然，先生能追出汉过来到他前吗？你太过分了！该死引主神要，该死引财，这有什么过分吗？10
杀完大军，为韩非一生厮杀争夺，你精神死！要不是宁阳再三劝说，只怕先生与韩国结义亡了。韩非，宁有韩不空城吧？不，韩国可防，宁阳绝不让先生随本殿上海。你皇兄之在一统天下，第一个要灭的就是韩国。是宁阳见皇兄仰慕先生之心，识同他，力邀先生战争韩国，难道宁阳错了吗？韩国君王将先生视作罪魁，先生什么追求韩国，永难作为。宁阳发誓一定要帮先生成为天下之皇妃，难道宁阳也错了吗？这个2年了，宁阳时时牵挂，夜夜思乡，实非记住10万大军宁阳我哪年哪月才能见到先生之面呐？呀，他心里一片真心心，他心意，他心深深，苦心难自己。你记他是梦非梦，今此一2年到时间，有情有并难尽，真难分。欢愉情。世故苍茫，才知音必有他心，什么心？闭门是无缘偏有心，山水千古梦，与我心，与我心。先生。哦，公主，万先生，你们看奴才把谁接引来了？定位里是见过公主，见过万先生，你是有兄。眼弟，愚兄出师燕赵，归来听说炎帝之情，哎呀，真是喜出望外呀！东窗可比互相遇，上夜起来令人放杜鹃语。这年苍上飞雪碧，龙啸一样风云聚。公主为颜色保牛，欢颜的归大吉，我们一统天下，似乎天意。眼帝有兄差异，韩非乃亡命私情，真说是归情啊！哎呀呀，眼帝过誉了。乱世淫贼，理当断下阴宗。大军死着中天，真是令我建功立业之地哟！有兄之言，韩非明白。算故国总统，韩非真干孤愤。
韩非已向大王上书陈汉，恳求定罪以后，欠归2万转付。还请岳兄定一时，代为向大王赠信，以解举国无劳、冤枉之心啊！数理40亿，这个嘛，我不为报，也帮不了。这是你的上书陈汉，大王命令是前来退我。这是何意？大王已召集定你，李大人营帐据点，收掉批驳，深得大王之心，大王已决定发兵灭汉。李大人，王兄他怎么讲？大王命令是你行诏书，如果一同势在必应，3月之内大兵还宫。你们既要灭汉，为何还要强迫汉非出去？先生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大王与公主是爱先生之在，并非对你韩国有什么好过。再说了，韩国与秦国在近，韩国尚是鸡飞狗跳，岂不让人烦心啊？呸！大秦盈利，还在你正大为得逞，松口！阿兰，先生，你要做什么？随着营帐返回韩国，特别中永绝于死。我先生且慢。韩国迟早要放先生，何必想不开呢？公主莫要忘了，韩非乃韩国使臣，可先生更是天下之贼。听转陈汉乃韩非使女，今晚之作义父可避免。早知今日，你们为何还要强迫韩非出去？要你来京，本来就不是为了韩国。我知道，是为了大秦。是为了你们的大秦，先生应该授予大秦。先生说过，唯有一统才能结束500年自然症状，自己能够一统天下的唯有大秦，唯有大秦啊！一统天下，唯有大秦，唯有大秦啊！一番话尽来两军得逞，乱纷纷，乱纷纷，为同点燃大家深夜。自差人，唯同屡见汉王召集，恨空好心子尽本身。眼前去我江大人，为什么死于芒刺？
兵还宫。只看见大光山转头滚，铁大子千里中原修门，想当年一决让尊20万韩国子弟。原文凡是令生眼空，那条凡不莲茶孤儿寡母须门亲，韩国是我父母帮天生天女连扎心，总是怀望顾问我真神快故国亲人这遭杀戮鲜血淋漓，鲜血淋漓，有主难助大将军，有气难弃韩国人，我难弃韩，弃韩，弃韩，弃韩不，弃韩20日来的，千万不能提起韩，全韩王提将兵傲可大进，新疆土子皮人，韩国国人转国当完中原血。小兵先生正要放弃韩国，一向去红啊！先生4次作为，将是韩国的千古谁人啊？韩国王知名者，韩非手，天下兴啊！先生，你让为韩国不信为秦国将士，拜谢先生。韩国，我的无母之邦，韩非先
大人，李大人，李斯，这位保万大军真了粮草，你不要瞎忙了，万国要务兵解放啦！公公，李斯不在，盼望公公赐教。哟，嘎谦虚呀，怪不得讨人欢喜哦。不像你那位董永，两只眼睛长在牙壳头顶囊下，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。公公，告诉你，大王接到黄先生喜欢救我的相书，可高兴啦！说晚上与黄先生彻夜长谈，今天与国务欢迎啊！公公，不知他们在谈讲些什么？都是些公事公办的话儿，什么方略啊、国策啦、初动轨、私动门。哎，我说你们俩私出动门，可过于高招啊！我师弟高傲见你，李斯恐不能见。哎，有一点，他倒是比你厉害。哦，公公是谁？你还没看出来吗？这宁阳公子啊！宁阳公子，大王娘宁阳真是被桓妃为师，朝夕相随，又帮桓妃指使列色，我看就要将妹奉香啦！哎，我说你呀，怎么就不找公主欢喜呢？桓妃要是真封了香，我看你呀就没戏唱啦。一句话惊得我心一抖，是多可信碰当头。本以为把万多年还兵成了他是金插进门，还望下兵公子，还非奉献大头手。可叹我苦心经营多少载，一朝成空覆水呀绿。金陵百姓梦一句，我怎能缩手待避落云头？再拜为生金瓦居。公公，既然大王对我那师弟言听计从，那么我言听计从，倒也未必。我看大王这晚的是还必要见设防，还国的2万尊夫，2万尊夫们，待应风雨，我必须借此下手。公公，发什么呆呀？快进去，再死了就没戏唱了。
取平瑞，多添欢喜。先生事情不容易，百姓不知甘心。但愿得财神来，官府不弃，阿勇不必乱归，共迎佳节。哟，好鲜艳的桃花呀！这是公主亲自送来的。公主听说这里的暖风山有一种原芽灵芝，可以治病痛、降心神，她便亲自供你到暖风山为你采芽去了。哦，公主她亲自去了暖风山，她还让阿拉把这方博士交给先生。
兰，阿兰啊，先生，你又在想你的阿勇哥啦？先生说过不当丈了，阿勇哥先要回来了，对吗？是啊，先生是有登法和你们的喜剧啦。我弟见我们订的婚期是6月6，弟说，啊哼，等16红的时候啊，我家阿兰就要做新娘了。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阿妈，跟我追的。你从哪里来的？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？我从死神堆里来，为我们的家乡还过去。阿拉，我们走。混子，出了什么事啊？你快讲，你快讲啊！先生难道不知道吗？将军家人运送得了，将我们2万换国专夫押进深山。到如今，乱箭心法，刀剑横飞，我们2万兄弟，我们坑杀在暖风山呐！你说什么？2万兄弟，我们坑杀在暖风山。你说的是暖风山，韩先生，暖风山一场屠杀天地魂啊，2万尊夫化冤魂。弟兄们，临死怒骂一声声，骂你卖国娘后根，国杀百姓命苦贼，国计不成命苦贼。吴国的子民城上路，亡国的百姓相随大元生啊！哎呦，先生啊，你不为韩国争气节，天作清兵接下队，不为韩国兵老国，此时跑去死命，2万四国对成山啊！你是错者为你，第一才成啊，第一才成。还用逃出鬼门关，要带阿兰回家门里，与韩国共成法。休与你传来暴君神说事情丢弃偷生啊！秦军追踪而来，我与他们拼了！
雨落十里红，期盼爱一句。十里红，落雨落，带上红盖头，寒飞声声，衣裳开，啊哟啊来，你们好在。十字房，西关过送你们回家长居生。十字房抬家旗，为你们斟上合欢酒，十字房起寒宫，将百姓斟酒。十字房，促亲王共你千秋。我曾将妻接手，我愧将老骨头。数字手，我来往心底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换个成熟换个却换来两万米冰上暖。暖风山，暖风山是离人让我心头。难道是人养菜也是艰苦？啥寒风它也是艰难郁闷。莫负逆旅心寒透，不惧真相是否
从暖风山回来啦。先生，你看，我在暖风山为你采来了千年灵芝，你看。你让我看什么？你让我看他，可算有2万韩国专夫的鲜血吗？先生啊，2万条生命啊！谁没有父母妻儿？谁没有兄弟姐妹？哪家不在盼着亲人回去？你们今生心下次到死！你来看啊！哎呦，阿拉！阿勇死了，阿拉也死了，老哟老，当心呀！他老哟老，就要当心呀的呀！君子来兮，今色相依；君子安兮，母兮红矣。这就是你的情色相依，这就是你的梦兮红衣吗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还敬，你私通陶万，与陶万同罪，请。先生，禀公主，属下是奉命追捕陶万。此患非私通逃犯，按情理乃必死之罪。是困是杀是粗劣是凌迟，还非官员临财。先生，再看，你们都以我走，先生。李清，杀安情理，还非私通逃犯，该当何罪？为禀大王，万事谁君私通逃犯，当初斩也。怎么说？还非必死无疑了。今日四次发不用计，请大王审裁。还非一事，大晋国相可就非亲莫属了。大王，李使者这为大晋要命，不会有本地私心妄弃。以李亲之罪，大晋国相并非妄想，不过那边一想
这便杀父。今孙还有人专门指引准父，倒是魂飞也滚。你不觉得太巧了吗？大王，韩非乃韩国公子，倘在无名水火，韩国王受万罪，韩非岂肯遵行要忠大王？立志坑杀韩父，实乃一箭双雕，恳请大王圣启。宣韩先生觐见。大王有旨，韩先生觐见。韩国使臣韩非拜见大王。先生禀身。今日寡人只有先生治国之策略，更为敬佩。我大今一统天下，实需先生这样的英人。寡人要请先生出任国师哦。大王，韩非身万尽力，但必死之才。先生不必在意哦。多年来上北道，先生诉君，平天下离不开，举笔心田。30大经历，大为生言，但先生恰可以王开一面。寡人要将个四百，再续你娘迎青莲。王先生断是韩国近余年，为大秦专心致把功业结。大王恩宠了。这是韩非有一件大事，百思不得其解，欲求教大王。看来先生骨根在后，不吐不快呀。好，既如此，先生什么？韩国君王既已勋位称臣，何必水寒才放？秦军为何还要坑杀2万韩国尊父？什么？先生有闻寡人之才吗？韩非不该，以韩非女奸，大王自扩天下，断不肯因此采反而的小臣计量。此事之天，大王并不知晓。真人言说，杀臣应验。2万尊父区区小事，不足为当。叶阳并非专长，杀人必得有法可依呀。先生是此通行接受，是因为四弟都是韩国之臣吧？大王志在一统天下，当是天下人极为之命。极为之命，我杀之何怨？此次滥杀，天理何在？你天理就是大王，大王就是天理。多嘴！近来为我生人不准，屡屡犯错。因白发老娘专病态，数次未得，只是奴才劳心非人，不能死气。大王，也行，不可而用。如此重负，
怎可专心侍奉君王？奴才明白了。大王，杀父结气过头，等于挥起红衣，中原必然有言尊呼啊！先生多虑了，挥起红衣，免去出走，万国杀犯不过一转而灭。也免得先生总是引诱钻前顾后啊！敢问大王，一同路过为了什么？老身正在又为了什么？一同路过是为借万世公义，老身正传是为昭示天下。任我在场，念我在房。韩非以为一同路过是为了路过昭示安宁，老身正传是为了天下昭示无正传。你是自当当兵，叶公好龙，强而无逃，必是天下神心。寡人无为天下神心，寡人要的是先生一颗归尽的忠心。大王，这是奴才对大王的一颗忠心。告诉先生，这是什么？先生，白发老娘不愿少狗，一心儿哟，斯文而死，这是少告老娘的一口忠心。老娘的亲母，少告句口，一心归于他亡了，归于他情了。难道大王也要韩非是此归情吗？先生以为你一声笑问心川断，范仲只为用心断，草稿穿引多荒谬，杀父原来是愚昧，为得我知道为人有心下杀手，此次还是我真中等相问，苦一个千万归尽梦成月，今日梦团风何去？你这是何意？大王，
耳边村长雪虎是难免，蓝色无辜是回天。唐王三月一同源，赤马雄水称大言。唐王三月一同源，自爱万国真豪情。唐王三月一同源，法治为上不可偏。唐王三月一同源，公生是力分法典。今日对待满天有欢喜，我为二国为他情，为天下一生所以做事奸。来人，把韩非斩！把韩非三气要亡，云阳监狱。一声霹雳，从天降。身旁颜色渐被押送云阳死去之江先生自从射进无限气温度比肩，30日暖风生菜芽早自见人呀我跟进他自传自言，也究竟王兄他避而不见，苍风门哪顾得结为思念。大殿，你还没有闹够吗？求王兄听人样诉这中言。什么事？说吧。王兄，云阳乃死囚之地，你真要出使还先生吗？寡人对他生何等恩怨，何等而望，使他还心不死，直接与我大军。先生同明天下大事，事情齐还，怎是还心不死？寡人从容之人，便需要携带忠心与我大军。王兄能用天下，难道就用不得先生一点点故国之心吗？他不是一点点，他是刻骨铭心，丧心病狂。先生乃深明大义之人，是故没有肯负事情。肯负怎么了？啊，肯负怎么了？啊，你
你要有着他来责怪寡人吗？王兄，我的哥哥。不但此所千万中，一片出人可对呀天。求王兄平息雷霆怒，谅他无意犯天言。求王兄看在快死在，赐他无罪出牢监。求王兄快为那真言，留他助你共你见。求王兄看在死神面，用他过知情成一呀点。王兄啊，先生啥事早不知，小妹我就是该死，要死还是无言再问生死那间。寡人并未自己死者。真的，公主，李大人已经叫人观望鸳鸯，只要万先生为心作意呀。怎么李氏去鸳鸯了？去王兄让小妹先往鸳鸯团望先生。王兄，去吧，去王兄。好言的，
道具，我将你带来了。汉妃，谢你啦！言女三思啊！听说经过瓦汉的大军，明日就要发兵了。是啊，这将是一场血腥大作。这不正是李大人所要的结果吗？当李大人把2万韩国尊府的生命压到你仕途多蹻上的时候，韩非却没有了别的贤策。2万尊府防卫韩国，甚至2万抗金大军。李斯身为大秦帝位，理当为大秦守门。可惜韩非终不是李大人心系所恨啊！秦王之事，韩非自把李斯之手，山贼和一生巨大逆，这季节本不该生于圣子而死的，也得哟。你怨我恨我领受多少苦楚难伸头。你是苏洵之中中马乱，这大乱想要我一转一往在身艰辛，上辈记得旧往事。你我比喻一生老死在黄泉，年底呀大王是你为众女婿，你当的头是切的头，通天下难免鲜血呀流，随他之后方。要做不敢，更何况公主对你心里恨。转公正，你定比你是生呀神。这辈哟，还请李大人交换公主，告诉他，作为他亲公主，去暖风山关上坑杀韩夫，心欲可乐啊！眼帝控制无为的。暖风山绵延不离，公主就是去了，李斯也是不会让她困到坑上韩府的上面。宁阳，韩非也是这般错怪你了啊！先生，
一定，只有来世再还了啊！这什么？李生，公主，你尽管没心生。李生不管，是大王，是大王。并门是你机言都能，没心生。不，宁呀，不必责怪于他，这却是韩非自己的先臣，都是眼底可怜，都是你。先生，你虽然冒犯王兄，可王兄他并不愿让你死啊！可我必须按照大王的意愿话，你看韩兄能做得到吗？这2万韩夫陪我坑杀，韩非是何为去面对他们的亲人呐？大清法韩，故国必法。韩非虽然明白大势所趋，可心中恰是道德兼传，生不是死啊！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呀，小妹。去你后。
长天用。新北韩国早渡滩啊，心有他情难人踪，心痛小妹情难诉，我心傲气不愿是个一般才去冲。小妹啊，小妹啊，
情来梦破心，因水所在里走出了书生寒冰，林大川半关沧海，浪涌长为阴阳里乾坤变，大喜大悲总算是问对天涯诚心归，一线你在我大情这一位。一生气泪雨冰，舍不清心中啊喜与悲。一生气心里在，胸针撕不开。美女在胸天涯去，不条万里上尘归。你呀，你呀！你呀！菊梅莫与兄同归，兄与何事托下妹，先生安头梳擦一彩卷，放小妹替兄整理做不醉，先生踏进正瓦血心中，放小妹算将你王兄全尽为。
万一万寒飞今先生，多年来，寡人都是按照先生的发家之约，驾驭上岗，下平天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先生，偏偏与寡人谁和不相容哦？因为先生视你为身教之己，因为你让先生看到了梦想苦一阵阵，更因为先生期盼王兄能成为天下真正的皇。天下真正的我是故国之确所，同尊父之王命，不寒非之实为作业，为民生乐恒，秦王使臣，天下之王，天下之王，天下之王。王兄，我要送先生为还过去，为还过去。桃子摇摇，折折金碗，三生情缘，四海同享。君子来兮，情深相依。君子爱兮，同心同意，同心同12年后，秦王一统华夏，史称秦始皇。然秦朝终因暴政仅26年而亡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极为耀眼而又短暂的一代王朝。